老闆娘我聽過，那邊個拄到鬼拍橋嘅左右計客個，有啲人個定過嚟背寫嚟客個鬼，有啲人啲個徛對隻辦不了，有啲人個對隻跳亂，見亂人講嘅故事呢就是鬼拍橋嘅故事嗬，跳高嘅人呢一樣嫌咗18，或者每人咪18數咗在那部路啲過路名嘅話，或者硬路名咗個，一人嫌咗18，如果以下後呢？差不多就是讀小學後呢，以後清明嘛，你對處咁邊呢？對處做清明冇咧？一邊呢是老鼠嘅，一邊呢就是老鼠嘅，一個18呢從上入邊跳陪，跟住你啲講呢講呢呢到期徛冇咧嗬，你都處冇咧。後呢差不多就是讀小學度，呢啲咁邊呢對處做清明個主要呢，呢啲透過嘅小巴嘅隻男。而呢近嘅區下呢男的比較石，而我嘅呢是等我嘅，也就是中白最火最要隻嘅，你唔徛到隔離厝嘛嗬，零時嘅，左前面就後呢一除呢差不多就是烏嘅碰呢啊，下後呢就是個碰呢啊呢烏條嚟個練過嗰度，徛個碰呢啊個人呢人見到人專業嚟呢所個回到過嚟嗬，後會徛到破啊後呢也就是一除一除，定咗是過咗除嘅嗬。過咗是除嘅，後呢烏嘅油呢變大，是更一騰呢下等解咗難嘅，甚至你高咗難嘅，後呢比較細，而下嘅比較大嘅呢下呢。任咗阿強哦，阿強呢一嚟就遊戲機過嚟是吧？我拍遊戲有遊戲機，一個18呢哈，我遊戲啲贏就是要酷啊嘅強哥隻男過嚟哦，是更一邊嚟個把頭酷啦遊戲啊，更呢嗱個把頭酷啦遊戲，一個呢更嘅佢係一企到而家過嚟哦，後邊呢嗱啲個，個男咩遊戲嚟見到清明啦嚇。男咪做咩咧？都睇下上面呢，一個啲跟講啊哦，後邊呢，我話冇話做頭個男咪繼續內正頭啲後咩對啦，鐵鬼鬼啲對啦，後邊呢而家呢講呢啲啊，半年啲過嚟咧，後變成會比較慢嗰種弄機下嘅，一個呢就跟個男冇釘啊，是男咪鐵鬼做仔咩對咧吧？那邊個對咧，可能咩奇怪數嗰啲播嗰啲講一咩學咗吧？嗰啲講等面做老鼠嘅教佢學最難，等面嗬，後尾啲講11個咯，11個仔啦，後尾啲講嘅佢下可能呢啲照顧諗要協過嚟哦，當時呢而少照一嘅婆寮，當時呢嘅婆寮呢而曲呢個仲是等你超廉價本女一年咪過嚟哦，叫做啲就不空講，要不叫做專業寮學照呢嘅咯，一個人攞你啲做專業寮佢哋也是假啲七杯空講你當啦哦，攞一啲照啊專業寮做個男，一個男本掉個男個細個不咩差不多就是杯夠掂上一口嘅啦。都能強過隻啦廟戲，一邊呢啲拍電話，18邊呢啲拍電話佢啲強過嚟個唔係係咪弄咩對啦一條話啦，冇見林嗰鐵攰俾嘅過嚟嗬，後邊呢強過條電話啲跨對個下仔啦，知吧？對面嗱下面弄對喎，後邊啲咁嘅，佢21個，嗰邊係拍電話咧咩對啦，不過點唔正啦，顯真得你男啊等咪過嚟嗬，後邊呢而家弄啲我講到個呢杯是我提啊未話麻咯，做咩真係杯個點唔正咧嗬，後邊弄啲空已經照對咯，日出嘅每頭嚟啲機用咧一面一提咗嗰個大對咧，那是一邊呢啲啊嘴呢也夾邊呢名啊嗬，根本都照專業寮都要嘅，但是佢啲專業寮比較貴比較貴，然後呢啲女超廉價貴個，這個照超廉價貴咩呢個咧，因為黃嘅超廉最貴嘅做清明嘅苗啲個主要呢，啲舊一嚟差不多在舊一嚟砌會一嘅長一百幾啦，就真見到隔籬啲高處啊噃，攞嚟啲照個超廉啲個超廉啲對咯，一個照個超廉啲對一照二吧，一個18條呢嘅學曲啲學夾啦，而夾波啲個叫做龜夾吧。而家呢是曲啲個成個一萬人蒙蒙，你講啊，我所講嘅人，學咗咪啲那蒙蒙滯，跟住咁佢個表仲會攞一啲咗，後尾攞嚟靠架咯，啲弄一時嘛，啲冇挑過啦，後尾架差唔多在架嗰個一個苗地一隻架，於是咪燒到個咩嘢照啫，仔架仔當嘅事件啲舊把禮橙啊，隻高廚啦，後尾攞嚟啲幾多啲照咗又照啲冇照佢出吧，後尾再又照啲屋對一個苗地隻架吧，然後一啲呢啲曲啲呢嘅好夾嘅啦嗬，如果冇應該啊，就在呢有咗照應該啲舊把禮吹會啦，能出嘅人。如果人嘅不就會錯過燈面啊！後尾嘅佢人呢弄嘅啲啊，跟住白咗掉到啲佢屬夾
夾到啲靠不啦，我咪執啲鬧咯，一個咪執鬧啦，十八號打你啲啊，更一百大不啦，佢幾幾百大，幾一啲嘅靠伊啊夾。幾一啲靠過啦，依啲係假靠過，一個啲偷靠啲偷更咯，有個偷更啲又偷夾嘅，就冇夾出個位，一閃你啲又呢個只能故意冇啦嗬，你小見嗱，跟住個個位個都有種奇怪說博人哋講咩好冇啦嗬，一個啲偷靠偷更，如果把啲講是點乜事一送嘅，你假嘅老聽假送好最大都除咗老鼠嘅比較是嘅可能嘅，等面一直靠一直更冇嚟更幾時做後呢？一個人可能啲一隻叫夾差不多就會出個做後啲夾一掣會跑咗拍電啊，就是個拍電塔啦嗬。後尾呢就找出嗰啲技師一邊呢嘅咁嘅，佢下一邊呢出個對，因為一邊呢拍電話去唱歌。好呢，差不多就是個嫌弄對嘞，但是呢，一介個鏡頭人弄就冇對，我為拍電話梅嘞，冇嚟學唱歌啲歌都弄不咩好會對咯，時候硬應介了錢你個集個空人啲高傳就啱嚟，做咩介個鏡頭有冇對都話等面啊嗬，我為一邊呢出去對，一邊呢更下嘅一邊呢就出去對，為呢對就弄嘛，對弄呢最後呢嗰個。可以一邊呢啲揸俾對到，十八都出不來，十八啲講呢一邊呢講呢啲講呢就個件下數咯，個把講嘅夾到一條嚟對嚟，人家就冇夾得出，夾能試過，嗱夾過做清明嘅一個苗啫，一隻就自己長嘅，我哋都夾出一條長對嚟，我話你講你講嘅面等面嘅歌是一送嘅，我話你夾我估計幾多不能夾拍定就聽得對到嚟喎等面啊嗬。後尾呢對個嘈住後呢，你講緊呢啲啊前網然後個門咩開啦，冇咪啦，不嚟，放緊門開用啦不嚟哦，一邊呢啲又冇曲啲個黃龍夾名弄緊係畢竟都見下數啊嗬，後尾人弄呢啲都嚟開啦，開差不多就係傾幾星期做以話一個星期冇咩數，然後幾星期做後啲貴嗰啲弄啲佢數超勁噶嘛。啲佢數超勁，超白配嘛，配嘢啊拍站嚟都咩啲又冇好，後尾呢人哋呢啲有照顧係能成破堅嘅，等白話等包皮硬面佢慣面嘅弄幾大咯，弄幾大之後呢慢慢佢數變好吧，但係故事就過了啦，我正式故事可以調教，過咗幾拍條故事嗬，應該會好啲人調嘅，等幾拍條話有啲人過到隻名啊，到隻花啊，呀，拜拜啦，咁就嘅。